那一班40个人，在屏东农专，40个人，有30个是从台北下去的。这30个都没有看过什么猪啊、什么牛啊，都没看过。我们都是读那个丙组的，没有考上医科，只好去读农的，什么都不懂。要看树，要认树。有一次，全班40个人在一棵树下面，认不出来是什么树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是什么？这是洋紫荆吗？不是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刺桐？都不是。然后都有一个阿伯，我地上走过去，看我们一群人在那边看一棵树，然后您在冲下。我想说啊，你唔捌啦，这个我们是大学生，我那研究树，没有讲啦，心里在想说。我在讨论这章是啥啦？你在酸呀啦？这不能怪我们，我们是森林系的，我们不管果树。果树是谁？那个杰伦在不在？果树是属于园艺科的，是园艺系的。我怪一章拢看不出来哦。酸呀，我拢唔知酸呀写上面，伊也无写出来呀。他只看它叶子，看不出什么是芒果啊那样。各位兄弟，我们去看，我们看不出来啦。那个麦子跟毒麦，我们怎么分得出来？可是各位兄弟，最怕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很怕我们这些基督徒早就认定人家是下地狱的啦，很早就判断他一定下地狱，他一定没得救，他一定怎么样？他是受诅咒的。你一早就判断是这个样子的时候，搞不好后来是什么？后来他是麦子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稗子，别安怎？各位兄弟，我们把审判的权利交给谁？交给上帝。我们努力过我们现在合乎圣经教导、合乎上帝心意的生活，安尼就好啊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不啦？唔能够就做我去死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希望今天的稗子跟麦子的比喻，可以真正帮助我们，培养我们有判断的能力，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维持在竞争、受威胁的环境下成长。这对我们有益处的。第三个，谦卑的把审判的权利交给谁？上帝。这个部分不急，咱当心来祈祷。这些百阮感谢，阮真正是你所拣选，你的百姓，你的囝儿，阮嘛是你所撒下的种子。我们是在好土上面生长的种子，我们要成长出来有30倍、60倍、90倍，我们要结好的果子，帮助我们培养出温柔、体贴、有盼望、有耐心的生命特质。就算讲阮面对阮认为是唔对的人，阮认为是无价值的人，阮认为是做歹的人，阿爸爸，阮嘛无要甲消毒。知你有你的旨意甲计划，阮虽然知安怎是对，安怎是错误，毋过阮愿意谦卑，毋过谨慎坚持来活咧。求你赏赐阮有这款的稳定甲气力，当心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各位弟兄姐妹，等一下马上要进行一个很欢欣、很重要的仪式。今天我们有2位弟兄姐妹要来进行成人的洗礼。在我们长老会里面，我们有幼儿洗，
坚信礼跟成人洗礼。那幼儿洗跟坚信礼算一个洗礼。那你已经到一定的岁数，列成人洗礼，也是一样的概念，一样的效用。今嘛咱特别来进行心灵的洗礼，我们得到帮助。以下我就不讲台语了，不是我台语不好，是我们的若薇姐妹她比较听得懂国语哈。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注意听主耶稣基督设立洗礼的教训。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还未升天以前，他对他的门徒说：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，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，为他们施洗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”在五旬节的时候，彼得传福音，对众人说：“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。”我们请陈燕玲跟杨若薇来到面前。谢谢放着。他们两位进行洗礼，等一下我问答的时候会各自，不是一起。不过现在我对你们两人说，陈燕玲、杨若薇，就像当时彼得叫人悔改，信耶稣基督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一样，今日我也要如此对你们说：你们必须深信，你们若真实悔改，告白你们的信仰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这个圣礼就要成为你们的罪得赦的记号，还有证明，又表明圣灵得重生与基督连结在一起。现在我们众人请起立，我们要一起诵读使徒信经。咱用台语还是国语念，拢无要紧。使徒信经记载在咱的诗篇后面，我们翻一下没有关系。